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午安。呢幾日天氣都終於轉涼咗啦。不過如果大家記得，今年真係有好多次颱風啊。天文台到今日為止，喺2025年一共發出咗14次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打破咗1946年以嚟嘅紀錄，仲掛咗2次10號風球添。其實香港喺5月到11月期間都會遭受不同強度嘅熱帶氣旋吹襲。數據顯示，一般9月就係熱帶氣旋最多嘅月份啦。喺今年2025年9月24號，天文台喺凌晨時分相繼發出8號、9號同埋喺颱風委拍之後再次發出最高級別嘅10號風球，停咗1964年需要喺同一年之內2度發出10號風球嘅紀錄。華嘉沙喺早上最接近本港，喺天文台以南大概120公里掠過，係1946年以嚟距離香港最遠嘅10號風球。當時華嘉沙嘅中心風力高達每小時195公里，比2018年嘅山竹每小時175公里更加高。除咗香港，澳門同埋廣東省好多地方都宣布停工停課，11月都係會打風㗎。喺舊年嘅11月就打過4次嘅颱風，雖然11月份嘅颱風對香港嘅影響比較細，但係大家應該會記得之前打風嘅時候周圍水浸同埋冧樹嘅情形，對香港嘅市民都有好大嘅影響。唐代嘅大詩人杜甫都試過俾風吹走咗個屋頂，仲作咗首詩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。喺公元761年嘅春天，杜甫得到親友嘅幫助，喺成都浣花溪旁邊起咗一間茅屋，終於有咗個棲身之所。點知喺8月秋風起嘅時候，俾啲風吹爛咗間屋，個床頭又漏水，啲雨就撇晒入屋。喺徹夜難眠、感慨萬千之際，詩人就寫咗呢首感人嘅千古名篇。詩裏邊有一句：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善區寬顏。風雨不動安如山，代表咗杜甫關心貧苦大眾嘅慈悲之心。杜甫冇淨係諗到自己，而係推己及人，想到千千萬萬同自己一樣嘅人，希望自己可以為佢哋找到千萬間廣廈，希望佢哋唔好似自己咁樣受苦，甚至寧願自己凍死。呢首詩充分表現咗詩人嘅仁愛胸懷同埋高尚嘅人格。颱風係自然嘅現象，我哋都好難避免嘅，但係希望大家都要記住做好安全嘅措施，唔好去危險嘅地方，減少損失同埋傷亡。呢個就係今日生活與文頻道嘅分享，多謝各位。